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后书2章1到12节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原意在你们身上起力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，又判令所多玛、俄摩拉将2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人的常为恶人，淫行忧伤的义人挪得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从肉身重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。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事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神的话就到这里。今天的经文实在很严厉，假先知假师傅必有。使徒彼得是说将来必有，那我们现在也是彼得口中的将来，现今社会甚至是教会也是真假难辨吗？也是会有假先知假师傅吗？看以色列历史就知道，假先知往往都是当权派，而真先知却是往往遭受逼迫。撒母耳先知受扫罗逼迫，以利亚先知遭耶洗别逼迫，先知耶利米被西底家王下在牢里。到了新约也是这样，施洗约翰是先知，却被希律砍头，而且理由只是希律为了启悦他的女儿而已。后来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传说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。使徒保罗生命的后期也基本是在囚禁当中。司提反是被石头打死的，使徒约翰是被流放到拔摩岛上而死的，就不必再列了。按照希伯来书说的，这些有信心的人基本上都是受穷乏、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地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当然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彼得说的不是个别现象，因为他说将有许多人随从，可见假先知是有市场的。邪淫贪心对肉体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，神的儿女需要警醒。我说的警醒是指警醒我们的肉体也是很容易陷入这些罪当中。我们或许不是故意那么坏，而是不经意间我们就成了假先知的帮凶。求主怜悯保守我们不要随肉身重情欲，因为随从肉体情欲只能受败坏，只会招来神的审判，而要随从圣灵就带来永生。阿们。愿神大大赐福他的儿女。